呢度有冇人25年前都係被選中嘅細佬？如果係你，你就一定要去旺角嘅數碼暴龍動畫25週年紀念展。展覽喺旺角創興廣場地庫 B1舉行，由2025年8月22日起至到9月21日，為期足足1個月啊！入邊展出大量好珍貴嘅數碼暴龍珍藏，包括以前每個小朋友都有一部嘅數碼暴龍機，同埋好多人都未見過嘅分鏡手稿、台詞本等等嘅資料。而且一路行仲會經過幾個播住數碼暴龍動畫嘅大熒幕，展場亦會一直碌住多一首數碼暴龍經典金曲，成場氣氛真係好熱血啊！雖然由入口行到尾都有好多角色嘅畫俾大家打卡，不過入口前面隻亞古獸同埋出口嘅巨型奧米加獸合照區就一定要影啦。臨走前仲有大量周邊產品俾我哋慢慢揀，好多精品都好可愛同埋實用。呢個展除咗細路仔會中意，其實亦都係我哋大人嘅童年回憶。喺入邊我哋學識朋友互相支持嘅可貴，遇到挫折要勇敢面對，同埋照顧 Digimon 要有嘅責任心。希望你都會帶埋小朋友一齊嚟呢度，將數碼暴龍嘅精神延續落去。